请咱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人书2章14到18节。标字圣经伫新约第221页，其他版本的页数请看银幕。以弗所人书2章14节。因为伊是做咱的和平，互两边做一个，拆去迄中间三格的墙。搁伫伊的肉体恢无结完受的引单，就是这会改命的律法，记载伫规例。要伫伊本身将两边做成一个新的人，来成就和平。搁已经伫十字架除去迄个冤仇，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甲上帝和，搁来传和平。互任远的人，也传和平互近的，因为对于咱两边伫一个神，得到亲近白以上。这时请本堂柯成凯牧师来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基督来的目的。基督来的目的。牧师伫这个所在，甲大家请安静静，要邀请大家为着昨早起伫台南所发生的地动，造成有侪人受伤、失去亲人，以及财产的损失，要邀请大家即时做伙来为因祈祷，邀请大家即时同心开嘴，为着台南遮受到灾难的兄弟姊妹，咱来祈祷，咱同心开嘴来祈祷。我处理事情。被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同心伫你的面前恳求，恳求你看顾伫昨早时伫台南的所在所发生的地动，造成有侪兄弟姊妹因的家庭，因所徛起的厝体损坏，嘛有丧失亲人的，嘛有失去财产的。愿主互因伫即个困难艰苦中间，有你亲身的帮赞。我嘛看见，伫台湾有侪人献出因的关心、疼心，无论是实际去到现场做志工，也是用金钱要来帮助因。主啊，阮看到疼伫即个中间，愿主你亲身帮赞遮受灾难的百姓，互因伫你的看顾内面。伫天气寒冷的中间，伊会当度过一个平安的暗暝。愿主亲身看顾，嘛坚固因的心，保守因，引带因伫未来路站，伫中间的路站，拢有主亲身的保守。愿主看顾即群，无论是丧失亲人，也是徛起的厝体损坏、失去财产的，愿主你亲身引带因，保护因。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咱讲的除夕，所以咱甲隔壁讲新年快乐。然后佫甲讲一句：上帝甲你同在。伫即礼拜。灵命经生的课程的时阵，伊的主题叫领受天父的疼，领受天父的疼。所以牧师想要请问大家，一句话是讲：你敢有真实领受上帝天父上帝的疼吗？伫规本的圣经内面，拢咧讲上帝是疼。你敢有相信？
我相信，而且我嘛相信，恁拢确信上帝是听。伫2礼拜前的主日早起，我接到电话，通知讲我的爸爸发生车祸，送到病院急诊。迄个时阵，我出门，而且联络团队、分成长老、顺正长老，请因协助来分担主日礼拜的服侍。当我车开到春日路的时阵，牧师娘打电话来，伊讲：“你要平安，慢慢啊驶。这个时阵你敢有方便？你若停伫路边。”迄阵我就甲车停喺路边。牧师娘甲我讲：“我的爸爸已经蒙主恩调，我的姐姐伫病院在等我，因为我的姐姐无法度来面对以及处理相关的事宜。”伫迄个时阵，我就问上帝讲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突然？”昨暗我才甲我的爸爸通过电话，甲讲今仔日会较寒，你要加穿一领衫。前一天，阮才约好要做伙来食饭。我就一直问为什么？我阁想到一个状况，车祸发生，那呢伊的肉体是有受到损坏？伫迄个时阵，我真正只有我靠上帝祈祷，将车顶的诗歌放甲上大声，一句一句咧唱。当我到病院，看到爸爸，以及经过医生的说明，我的爸爸的身体的肉体无真明显的外伤，头壳甲面有一寡刺伤伫咧。而且，伊到病院进前就蒙主恩调啊，无性命的即个迹象。所以，伫病院内面无经过电击加医疗的作为。我知影，我的爸爸无痛苦，已经伫上帝迄个所在。我嘛真感谢上帝，互阮爸爸伫2014年的时阵7月份，伫台北的佳音教会受洗，成做上帝的囝儿。感谢咱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伫过去这段时间，对我、牧师娘、甲阮全家、阮所有亲人的带导甲关心，是因为大家疼阮，也是因为上帝疼，互咱伫基督的内面结连做伙。咱正做伫教会内面，彼此互相扶持带导。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每一位军队基督耶稣的人所组成的信仰的团体。咱每一个人拢因为耶稣基督，正做一个出死入生的基督徒。出死入生的基督徒，是因为咱每一个人拢军队耶稣基督，咱爱认知，咱拢是军队耶稣基督的人。所以，咱的组织若无耶稣基督，咱会就产生一寡混乱、纷争之地。保罗伫以弗所书第2章内面，伊有讲到，伊讲到基督徒。若无耶稣基督伫个生命内面的时阵，伊会变做什么款？若有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内面的时阵，咱会显现出什么款的模样来？所以保罗讲，伫毋捌认捌耶稣进前，罪甲死亡是结连做伙。所以伫第2章第2节内面有讲，是恁前行伫恁中间。趁这世间的风俗，以及空中掌权的君王，
就是现今运行伫背逆的人的迄个神。伫咱还未入目之前，咱受到这个影响。即世间的风俗，就是指咱生活中，咱受到咱周围迄个无好的影响。空中的掌权的迄个神，就是咧讲魔鬼的名，讲魔鬼的势力。现今运行伫背逆人的迄个神，就是讲这歹的影响，会影响咱人来离开上帝。所以，当咱受到这无好、歹的势力的控制的时阵，咱就离开上帝随为咱备办的路，咱会受到审判，咱就无愿望。但是，伫无愿望、绝望的中间，咱有一个新的愿望，就是上帝丰盛的怜悯，因为上帝听咱的本质。互咱对灵内面死亡的人会当活起来，互咱会当甲耶稣基督做伙来过活。所以根据保罗所讲的，咱人原本是受到各项的罪、邪恶的力量所控制，咱活伫这个罪恶中间。但是今仔日，咱会当照着耶稣基督对死过活这个大权能内面。伫天顶甲上帝做伙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因为得救毋是靠咱人家己的力量，得救毋是靠咱有啥物好的行为，得救是单纯的、单来倚靠上帝的恩典。实使咱得救的这个。是靠咱人的力量。实使咱讲，我会当安尼，我会当得救的时阵，那呢，咱人就夸口这个借口伫咧。也毋过有人讲，那呢，我就倚靠就好啊，我啥物拢毋免做，那呢嘛毋是。因为当咱接受耶稣基督以后，咱自然会对咱的心内。去行出迄个上帝看做好、看做对的代志，迄是上帝早就备办咱爱去做的代志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出世入生的基督徒。保罗甲咱讲，这是因为咱照着信心来得救，这个得救是对上帝下来的恩典。这个恩典上重要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信耶稣基督，就是脱离过去，得到新生命一个真重要的关键，也就是咱每一个人爱去传扬福音的一个信息伫咧。所以，咱毋是靠家己，咱是靠着耶稣基督。保罗伫罗马书第7章19节讲，伊讲我所愿意要去做的迄个好的。我毋去做，我所无愿意去做的歹，我颠倒去做。伊咧讲，是咧讲咱人的生命中间，咱会受到一种力量咧控制，互咱人无法度行往迄个光明的所在，甘愿停留伫黑暗的困惑中间。侪时阵，咱会当对这个世界、对这个社会、对咱身躯边。会当看到有人受到罪的捆绑，比如讲有人食毒就掉的啊，有人会互真侪外在物件所引诱，就掉伫迄个所在。咱有当真实去看到人会受到这种力量的控制。咱明明知影讲袂当安尼，这是毋好的，嘛下落决心讲我无爱安尼搁去做。但是真紧就搁陷落去，所以咱要安怎才法度解决这种困境呢？咱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来帮助咱，将咱抽离开迄个捆绑。这个力量就是咱来倚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帮助咱赢过一切。
当咱人总是讲会当靠家己来赢过这一切，咱永远就无法度找到一个出路。咱搁较无法度去看到耶稣什么时阵出现伫咱的身躯边。只有真正行到迄个路会无法度行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机会去看到上帝一直伫咱的身躯边咧等咱。伊愿意带咱出死入生。1月27号，迄天拜三暗暝，灵命更新的课程结束了后，张思聪牧师，互咱参悟的兄弟姊妹来做操练，伊爱大家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迄个暗暝，我甲牧师娘受到大家的服侍，透过大家所领受的话语，阮得到极大的安慰甲帮助。阮所流落的目屎是感谢、感动，以及得到安慰甲透放。伫迄个课程结束了后，我就打电话甲我的姐姐来分享。伫电话中，伊真激动。伊激动的原因是因为中昼迄时阵，阮来整理阮爸爸的物件时，伊真任性的，安尼讲，伊要求我的爸爸爱照着无共款的无论是啥物方式，也是无共款人的喙来甲我的姐姐讲要想要对伊讲的话。伫迄个暗暝，伊就得到阮伫服侍中所领受的信息。伊知影我的爸爸伫天父上帝迄个所在。伫顶礼拜的周报内面，有回考伊的见证。伊见证内面迄句话，就是上帝讲：伊伫他在我这里，你放心。伫拜五的时阵，我摕到文理的稿，我从这个文理稿甲我的姐姐来分享。姐姐看了后，信心就安慰伊，互伊明白，迄个暗暝伊所领受到的这个信息，毋是爸爸要对伊讲的话，是上帝要对伊讲。所以我的姐姐伊就写了一段话，伊安尼写讲。是上帝一直拢伫的，是上帝要甲伊讲，爸爸伫伊迄个所在，上帝一直拢伫的，伊一直拢伫的，是我一直无发现到伊。感谢上帝，伊亲身安慰着我的姐姐，而且我的姐姐真实甲上帝相拄啊。了后，我的姐姐甲我分享。伊分享的是，伫过去迄段时间，生命中有一寡缺口伫咧。迄条连接的线，伊掠准家己会当去结连做伙，却无发现上帝伊一直拢伫咧。所以过去的一寡代志，原本无明白的，今仔日拢知影。原来上帝一直拢伫咱的心内，伫咱的身躯边，只是咱迄阵毋知影。感谢上帝，互阮的姐姐，互我姐姐，搁一摆甲上帝相拄，领受对上帝遐来安慰甲帮助。伫顶礼拜，我搁为着检察官无法度将迄个死亡证明的文件。咧，互我咧烦恼的时阵，透过姐姐得到安慰，以及甲上帝相拄，领受上天父上帝听的时，迄个时阵我明白啦，我明白上帝为什么互迄个证明的文件安尼延迟，互阮等遐久，我知影是上帝要伫我的姐姐的生命中，搁一摆动工。所以，我就安静
听候上帝的时间。靠着耶稣基督，咱爱相信，迄个目睭无法度看见，咱手摸袂到的上帝。咱爱相信耶稣基督真正行伫咱的中间。咱爱相信，当咱咧分享上帝听的时阵，会互咱彼此去感受到、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同在，因为上帝伊无放杀咱。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去见证咱所感受到的恩典，咱拢会当对真理甲咱领受的恩典中间来出发，分享互人知。那呢，咱的信仰才会当完全，咱所行的道路才会当更较坚定。以弗所书第2章第7节安尼讲，伊讲为着要互伊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伊伫基督耶稣内面，按咱所需的恩惠，显明互后世代的人。咱每一个人拢伫基督的内面。过去的代志，咱会当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得到洗清，然后咱会当开始一个新的世代。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透过耶稣基督来甲上帝亲近，基督就成做咱的和平。对保罗来讲，这个和平有2个意思：第一是对着甲上帝国和，互咱甲上帝有新的关系。第二，这个和平的意思是让咱超越文化、宗教的隔离，互咱人甲人中间会当合做一体。伫迄个时阵，因为真强烈的国家的主义、文化的骄傲、宗教内面咧主张外邦人甲犹太人即种的无对等的关系，但是今仔日，咱会当借着耶稣基督合做一体，而且共同伫上帝的厝内面找到彼此徛在的位置。那安尼来看，咱每一个人拢成做新的人，咱拢以耶稣基督做中心，人甲人和平做伙，无有任何的隔离。咱人甲上帝恢复好的关系，所以保罗咧讲的这个和平的关系，毋那是咧讲外邦人甲犹太人尔，是咧讲咱所有的人拢会当得到这款的好的关系。另外，也毋过，这个关系毋是任何人讲我有这个能力，我就会去当做到完全。咱只有我靠信心的引带，互别人会当来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耶稣基督来拍破咱心内迄面围墙。我相信，咱伫基督的内面，咱无隔离伫咧，是咧显明上帝的听。伫罗马政府的时代，迄个讲客旅，就是暂时住伫即个所在的人。客旅伊无公民的权利，但是伊爱纳税金。保罗伫遮有一个真重要的结论，讲每一个人拢不再是外人，拢是甲信徒同在，拢是伫上帝厝内面的人。教会看做一个厝体，是照着使徒甲先知因的服侍立了一个根基伫咧，是掠耶稣基督做厝甲石。这个石头就是咧建筑的时阵放伫上重要的位置，然后根据这个石头所放的位置起厝起来。所以教会是上帝照着耶稣基督所起造起来，照着上帝的计划，规个厝体伊的结构结连做伙，是一个活的有机体。是有生命的呼吸的，是受到信心所引带
来做伙的，因为咱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。2月3号，我去到检察官遐听伊的说明，了解我的爸爸死亡的原因。当根据资料的判断，知影伫代志发生的迄个时阵，上帝就接我的爸爸转去啊，所以无肉体无痛苦，嘛印证牧师娘伫顶一礼拜灵命更新过课程咧，互圣兄弟奉祀的时阵，伊所看到的，虽然爸爸倒伫迄个所在。但是十日嘅光照着伊，耶稣伫伊嘅身躯边，所以我相信，上帝是听，因为咱拢伫基督嘅内面，所以牧师搁一届感谢大家伫过去这2礼拜内面对我嘅关心带导，伫上帝听内面，咱结连做伙来见证上帝。耶稣信神伫咱中间所做即个奇妙的工，所以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来见证上帝的听，互咱领受上帝的听。基督来的目的是透过咱的服侍，互更较侪人来认捌耶稣。基督来的目的是透过侪人的关心，互人进入教会。我的爸爸行入教会，互伊接受洗礼，正做上帝囝儿。这就是基督来的目的。基督来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人来认捌伊，领受上帝的听，甲人和睦，罪得到赦免。伫过去的时阵，犹太人咧起造圣殿的迄个时，因伫东边的门口。有插一个牌仔，顶面写讲：任何的外邦人，若搬过这个门槛，因拄着性命危险，无负责。圣殿是敬拜上帝所在，伊若安尼咧限制外邦人，这个态度就有问题。所以，咱来想看卖，伫咱的教会内面，咱敢有插一块牌仔，也是起一个墙伫迄个所在？主动外口的人入来教会呢？当咱咧聚会，也是咱咧讲要安怎传福音的时阵，咱拢用咱家己的想法，却无去注意到教会外口人因的想法咧。是毋是咱无形中建立真侪墙、围墙伫迄个所在？所以，基督来的目的。是要爱咱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互所有人会当伫基督内面合做一体，搬过种族、文化、查甫查某的分别，建造一个无围墙、无隔离的信仰的团体。咱每一个人拢是暂时伫这个世间，所以每一位。要进入到咱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咱拢应该伸出手，真热心欢迎因、接待因，互因会当伫教会内面来经历到上帝恩典，互因入来了后，因会当知影，因毋是徛伫门外口，因是互受到欢迎，进入到这个家庭内面。无论因停留偌久。因拢会当感受到，互咱接纳。过去这2礼拜，我甲我厝内底的人，阮真实去经历到上帝的信息、慈爱、耶稣基督救赎、信心的安慰甲帮助。虽然爸爸离开有真侪毋甘，但是我却见证。耶稣基督的同在，这甲主三度性命得到毋忘。所以，当咱每一个人
乃当遵探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听甲命令，拍破迄个围墙，互上帝定会当分享出去，对教会，对咱每一个人，咱拢互信心亲身来做工，对咱个人开始，到咱的家庭，到咱的教会，互信心咧运行的时阵，咱会当共同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相信，我真正相信，迄个真水的一幅图，是咱众人做伙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那呢，咱就照着这个真特别的日子，就是新年，咱用咱厝内底的人来分享上帝的恩典。咱也未信的亲朋好友，甲因说明上帝疼因，因为规本圣经佢咧讲上帝是疼，所以咱伫即个新春的时阵，咱毋单是家己欢喜尔尔，咱就爱甲即个欢喜快乐，以及领受对上帝遐来疼，甲人来分享。即个就是真水的一幅图。咱做伙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你互阮知，你甲阮同在，你互阮知，你疼阮每一个人，阮献上阮的感谢。主啊！互阮咧经历着你迄极大的恩典的时，我毋单是家己领受尔尔，阮更加知影你以爱阮去分享，愿主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实践你的使命，去传扬你的好消息，将阮所领受的听，阮所经历的恩典来见证。当阮做伙见证的时阵，愿知有更加侪人的性命会当得到救赎。愿主帮咱看顾。这时，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同心祈祷讲：愿伫天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薪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